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香港山遊。今日嘅山遊路線喺馬鞍山郊野公園內，從大水坑出發，最後抵達沙田，全程約9公里。呢條路線視野開闊，可以飽覽馬鞍山山脈、西貢同埋遠至大埔觀音像、八仙嶺同埋大霧山嘅壯麗景色。水牛山同埋黃牛山係呢條山遊路線嘅最高點。由大水坑地鐵站 B 出口，我哋穿過大水坑村，向富安花園走。經過富安花園後，我哋沿住梅子林路行約20分鐘，到達梅子林村。由呢度走大約30分鐘後，我哋將到達一個分叉口，山徑分別通往陽元石、花心坑或者係水牛山。我哋會走路標後面嘅呢條山徑上水牛山。嗰個係陽元石，至於佢係咪實至名歸，一如既往，我想呢個係取決於角度加一點想像力。馬鞍山山脈景色優美，後續仲有更多美景啊！大霧山隱約睇到山頂上嘅雷達站，持山指嘅白觀音像非常耀目。山徑變得有啲陡峭崎嶇，需要手腳並用啊！好靚啊！一個朋友走在前面，睇嚟佢揾到一個絕佳觀景點，睇佢就喺嗰度。上到嚟啦，我先揾個好嘅打卡位。呢度？呢度？定呢度啊？好啦，要行。睇嚟有啲朋友仲喺嗰個觀景點欣賞緊風景喎。
又一座山峰，前面仲有幾座山峰啊？最高點應該係水牛山，加油！好快到啦！哇！而家可以睇到西貢啦！我哋越走得高，西貢嘅景色就越開闊。睇睇我哋走過嘅路，不可思議啊！我都數唔清已經翻越過幾多個山脊上嘅山丘，才到呢一次山遊嘅最高點水牛山，就係呢度啦。我哋到啦，呢次山遊嘅最高點水牛山山頂，太壯觀啦！一切嘅辛苦都值得嘅。其他成員都到咗啦，接落嚟我哋將會前往黃牛山。到啦，黃牛山，需要休息一下。略微提高嘅三角測量點，真係太好啦！要走啦，忍唔住又多望一眼。一開始揾下山嘅山徑有點難度，下山嘅初段也比較崎嶇。從黃牛山下山到廣源村，大約需要1個小時。
由呢度開始，山徑相對輕鬆平坦。我哋嘅 GPS 記錄顯示，下山途經石崖背，當時並沒有注意到。我哋花咗少過5個小時，走咗大概9公里，最高可達616米，累計爬升787米。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一趟嘅山遊，祝你有愉快嘅一日。